我俾兩個條俾手先啦。因為內容因為我寫出咗，不是嘅一酷嘅，只要有一酷嘅，冇冇出嚟是呢種啦。直到冇拉到你，直到還有都冇拉嘅，直到一酷都攞學龍頭直接。老師係老師打咗成啲頭叫你係點樣都要加要咩嘢啦，你要菜點樣出嚟 ，OK？然後你首先你食到飽嘅，然後係差啲嘢嘅，嗱我啲人啲字咧，呢個講到你嘅食物你冇講啦，然後冇啦個頭你做些新東西 ，OK？你啲嘢啊，你發生嘅嘢，我知道做到咁樣。走来，走路。兄弟可以 ，OK？走来，攻攻。人家你家先那么讲的钱嘛？你也给。先攞物價，攞實當嘅，即係呢度要全部啲歐元先得啊，全部份得。你那个，啊，你看那个电话，那个安排到，那个赶紧上去就走了。在我，在我这里了。有了。